大家好啊！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個有關龍門撲救嘅熱身。呢個熱身可以有效提升龍門嘅爆發力同埋球感。喺比賽入邊，守門員經常需要進行撲救，因此我哋會用撲救熱身幫助守門員更快入局，進一步提升運動表現。撲救熱身分做頭腳、手邊、腳邊、上角、下角同埋腰間6個部分。頭腳部分，守門員需要企喺原地，通過合手同夾腳隔擋頭部同腳部嘅射波就可以啦。記得喺隔擋全部射球之後，傳波俾中場或者邊線嘅隊友，提升傳波嘅球感。手邊嘅部分，守門員只需要企喺原地，通過伸手隔擋手邊嘅射波就可以啦。腳邊嘅部分，守門員只需要企喺原地，通過小幅度踏腳隔擋腳邊嘅射波就可以啦。上角嘅部分，守門員需要快速波向左右上角隔擋射球，記得小心波車啊！下角嘅部分，守門員需要快速波向左右下角隔擋射球，同樣地小心波車啊！腰間嘅部分，守門員需要快速踢腿隔擋射球。守門員可以將訓練分做6至8個射波為一組，每部分一組就可以啦。今日有關守門員撲救熱身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